手錶發出異常聲音。好似啲款爬山虎系列，搖嘅時候發出當當聲。打開底蓋，自動妥鬆，有刮夾板嘅現象。夾板周圍一圈都甩咗色。然後將機芯拆散，再檢查有冇其他零件損壞需要更換嘅。除咗舵芯鬆動有損耗外，其他零件正常冇問題。有序咁將全部零件放入自動清洗機，經專門藥水進行深層清潔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完成更換零件同埋抹油後，再測試已經冇再出現自動舵碰撞夾板嘅異常響聲。自動舵轉帶動自動上鏈，自轉嘅舵芯由於磨蝕出現損耗，呢種唔係人為嘅壞零件，係屬於一種消耗，係自動錶戴耐咗會出現嘅合理情況。